后壁区德维部落因为周边农地较低，加上北江溪北中水透袂利，就真容易中大水。加上后镇抽水站过去无雨水涵箱，真需要积极改善。对此，淡市水利局提出后镇抽水站引水干线应急加系统性改善工程。其中有委托11号伫立委赖慧媛、议员李宗翰等人陪同，前来关心治水的进度，渴望伫年底得当完成。后壁地区收集到了雨水或者水，有时候是会泛滥出去。那又如何把这个收集到的雨水能够送进抽水站，能够抽出来这个变成很重要的课题。那非常感谢我们第6河川局水利署能够支持我们经费。那我们地方配合我们台南市的配合款，能够让这个雨水箱涵能够做好落实，能够解决这个周边里的这个下雨的这个积水。那最近因为是已经汛期了，所以我们赶快把这个工程完成。过去后壁地区市府向水利署争取前瞻预算，累计到达已经核定金额超过1亿5000多万。这回引水工程，水利署佮补助1850万，预计今年11月完工，希望加速排水，降低对于后下地区的饮水风险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